观众朋友，今日各位好吗？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根据我们国家发展委员会的统计，在台湾差不多到2025年的时间，我们全国的老龄化的人口会占20%，等于是5个年底内如果有一的是我们高龄化的人士。可是其实我们其他在台湾来讲，我发我们几多的社区的关怀据点，伊哋同时都提供到我们几多我们高龄化的人士，和伊哋平常的日常的伊哋照顾同时。包括提供一个上课，还有关怀一个课程。在这也差不多民国105年的时间，我们屏东县政府都推出的一个我们的云闪闪计划，云闪闪的计划。那计划里边都希望讲我们的高龄的太人士咯，可以喺我哋社会的关怀据点地方咯，可以学习到更多的东西。那同时呢，嘛可以去锻炼到自己的一个体能。我哋今日有請到來賓，都係我哋屏東縣政府社會處嘅劉美淑嘅處長，還有一啲貴特別嘅來賓，在香港當小嘅門客講，我哋馬上訪問今日嘅來賓，我們的社會處的劉美淑處長。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屏東縣政府社會處長劉美淑。同時頭先我又講到講一個貴特別嘅來賓係樣咯，因為後來有個雲閃閃計劃咯，變成一個雲閃閃強運公舞計劃。講到公舞呢，都講我哋呢太人士同我哋啲年輕人共下去跳舞。你今日有唱到咯，喺一個跳舞嘅團體裏邊，我哋講企業嘅最重要嘅啊，我哋咧陳水準在嚟到現場。我係男主，我家族田的陳水準。好，今天非常歡迎兩位來到我們的現場。好，那我們剛剛有提到，其實在105年的時候，其實屏東縣政府就推出了銀閃閃一個系列的活動嘛。那後來就演變成銀閃閃輕盈共舞。那在這邊是不是節目的一開始，我們請我們的處長跟我們說明一下，這整個後面的一個流程以及他的當初的想法是什麼？其實會有這個銀閃閃系列，都是我們從關懷據點裡面，從照顧長輩的經驗裡面去發想出來的。我記得我們第一個系列推出的是銀閃閃合唱比賽。那為什麼會有合唱比賽？是因為在當時關懷據點有一位社工跟我們說，他們發現啊，很多長輩就是吃東西會噎到，那其實是跟他的吞嚥肌肉就是不發達有關係，或者是退化了有關係。那這件事情，我們的社工其實去做了一些研究，就發現說，唱歌是可以訓練我們的吞嚥肌肉，可以減少我們長輩他吃東西會噎到的這個風險。那可是呢，在我們的關懷據點裡面，大部分的長輩，就是大部分的社區裡面都有卡拉 OK， 也有很多的長輩喜歡唱歌。那但是卡拉 OK 就是有的缺點，就是可能一次就只有一個長輩唱或2個人合唱，那其他人就只能坐在旁邊看。後來我就想說，那這樣好了，既然唱歌這麼對長輩是好的，我們就來辦合唱好了。合唱有一個好處，就是所有人都一起唱，不敢唱的也可以唱，然後敢唱的就是更可以有一個發揮的一個這樣的一個機會。而且我們一開始就決定找正式的音樂老師來教，從這個發聲開始來教，對，那就發現效果非常的好，而且長輩他們就是可以接受很多的挑戰。第一點就是合唱，就真的合唱。到了第2年，我就說，一般合唱比賽不是有第一步，然後第2步，這個不一樣嘛？那同仁還跟我說，這個長輩可能做不到，結果證明就是長輩還是做到了，是。那接下來還有我就發現很多的社區裡面都長輩喜歡敲敲打打，那他們用的很多都是這個環保的樂器，也很有意義。那我就發現說，那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不如把這件事情拿到舞台上面來，正式的讓他們來比賽哈。那一樣我們就邀請了音樂老師來教他們做這個打擊樂哈，就是我們銀閃閃的這個合奏比賽。那還有曾經有1年是做這個歌舞劇，對。那但是因為歌舞劇它難度很高，對，要花的時間更長，然後它沒有辦法重複演出，就一次只能在舞台上演一次，就跟我們的舞台劇一樣。所以後來我們保留下來就是合唱比賽、合奏比賽，到最近3年的這個輕盈共舞的比賽，他們跳的大部分是健康的舞蹈。
那因为我们屏东县社会处有长期的青少年中心，有一群爱跳舞的年轻人，我们那边有练舞室，常常都有年轻人在那里跳舞。那因为我们发现，高龄化的问题，其实在社会上越来越受到重视。我们觉得不同的世代之间应该有交流，不是年轻人玩年轻人的，老人玩老人的，然后这两个族群没有互相的扶持。主要是我们要增加互相的认识跟互相的扶持。后来我们就开始尝试让年轻人来带长辈跳街舞，没有想到效果真的非常的好。刚刚这样处长一讲哈，我突然就发现，就是说，其实基本上看起来安排从合唱、合奏到共舞，但是其实这些课程，这些都是我们一般在社区关怀据点会上的课程。同样也是我们的能够太明沙地，包括真的可以平常而训练的，譬如讲冲国外可以不用来等吞咽的一个动作比较好，然后打击其实是可以去锻炼我们的一个肌肉，甚至是说透过这种节律的一个节奏里面，对，没有错。然后接下来，没想到现在到所谓的共舞了。可是其实些有效的共，假如说跟我们青少年一起来共舞的话。因为我们比如说好了，我们可能大哥大姐们那个时候流行的是什么吉伦巴、国际标准舞啊，但是小朋友练习的是街舞啊，或者是现在的一些不一样的 popping 啊，那这两者怎么去做取舍？其实这个道理就跟不同的世代之间怎么相处，对，就是同样一个道理哦。所以两个都不同的世代要跳同一支舞，他们是不是要互相合作？对。那所以他的合作都发生在过程当中。年轻人跳的街舞，他怎么去教长辈？他一定要理解长辈的身体的状况，理解长辈能够跳的舞步到什么程度。他能够理解之后，他才能够重新编一支舞是长辈可以跳的。那长辈里面又有年轻人要一起跳舞，因为我们的规则是一支队伍里面可以有5个年轻人。那小孩子要怎么帮衬长辈，让这支舞变得很出色？在有一些动作是长辈跳不来的时候，那些动作就由年轻人来跳。年轻人就是长辈可以的时候，年轻人就退到旁边去让长辈上场。所以这个从编舞、练舞跟上场表演，它本身就是一个不同的世代，你要怎么合作，要怎么互相扶持、互相合作完成一支舞。这个就是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是一样的道理的，所以我们把它融合在一个比赛里面，去让不同世代的人去理解他们在想什么。年轻人理解我们的长辈，我们的长辈也把年轻人当作他们的老师，他们都喊老师老师。那这些年轻人觉得自己当老师要有老师的样子哈，那他们也都很尊重长辈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它有很大的意义是在这里面。当要青营去共同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过说，我们是不是先找哪个社区关怀据点先去试办一下，或者是先找哪一群小朋友先去试教一下，说不定他们没有办法合在一起怎么办？其实我们这个街舞的部分，我们其实都有看过一些国外的录影带，在那个 YouTube 上面都有看过。所以我们觉得应该是可行的，所以我们第一次就很大胆的就招募好像是12队吧，现在是变成15队，对。那因为要有足够的街舞的老师来教，所以我们最大就只能容纳这个15队的部分。没想到就是第一次我们就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特别是长辈在舞台上看起来好开心哦。他们每个人的表情都让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做对了。这部分都满人的水准这啦哈，因为今面水准这后大班的暗讲都配亚班啊，等于讲云珊珊、强云、空满人的复古 disco 的波也要伊的装扮啊，你看啊，伊啊做个暗阳强的伊的样啊，真如果你可以看出其实是伊的表现的是很用的伊的情形。但是我在轨道我哋一开始的问题啦，其实是侬会想要去参加啊，那沙期的关怀基点的一件事情。当初就是生意的太嘅，上班的无你看抢个一家，阿面都恁昨天跳到沙区，有那关怀基点，俺讲，敢到伊闲来参加看看啦，无面到结果许多感觉真好。
有安尼有xã工吼，对安尼也真照顾。xã工都讲哦，安尼有也去计划，吼，那刚俺都谈到，俺都参加。咁一般来讲，这几件呢，伊个考场用安排的。哦，每日都无共用的个考场，嘿，那个都有，有教安尼体能，吼有安尼手作，吼安尼个安尼手工艺手作，吼，几道个啦，几道安尼对安尼老人家，有好处的安尼拢系亲个啦，亲到啦。咁几时是讲一开始讲，我譬如讲也把我开始训练跳舞哦。你这个以前也跳舞过吗？唔是，咁以上到讲开始跳舞冇紧张哦。真紧张。咁用嚟训练咯。安尼平常就也欣赏跳舞欣赏，都1礼拜来一次。老师会认真教安尼，安尼都几点伫尾有10个月老人家，都欣赏来教安尼练，几认真教安尼练习。其他时间都xã工，带安尼练习，参加各同学各有心。嗰时听到我哋xã去講話，既然欣賞，係用我哋嘅xã工唱下落一鋪一鋪幫我哋嚟聽欣賞，帶去我哋表演嘅舞台。有時下我哋喺我哋話嗰度嗰精彩故事。欢迎过来福起来耶！上个节目，我哋屏东县政府刘明淑处长，还有我哋的陈水珍姐来到嚟现场，同人讲我哋呢云山强运公务的一个计划。我想请问一下处长哈，因为刚刚我们有提到，就是说从我们的合唱到合奏，到后来的轻盈共舞嘛，其实它的难度也是逐渐的升高，因为从唱歌就是站在那边唱歌嘛，顶多是分了2步，可是合奏的时候其实就开始有很多的动作的搭配，一直到轻盈共舞，一个所谓的街舞，因为其实街舞的动作有些真的是就像刚刚处长有提到的，可能比较难一点的哈，我们小朋友来做，可是有一些动作哈，其实对于我们的长辈来说，他真的也是要重新学习的，因为这跟我们早期的那些国标的动作，或者是那种甚至完全不一样，舞步也完全不一样。那当初在执行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因为我们屏东县的部件的关怀据点密度相当的高，将近90%的社区都有关怀据点。那每一次这个迎闪闪活动都反应很好，就是秒杀在报名。我们最大的困难就是找不到这么多的老师。对，那例如街舞比赛，因为它其实要长达半年的时间的练习，其实要有老师愿意投入。那我觉得过去大家社会上，我们父母会投资你自己的小孩去上音乐课，去上舞蹈课。可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要反过来，就是我们其实应该要投资你的父母，让他去参加这些健康的活动的话，其实他整个晚年，他整个老年的生活品质都会更好，甚至也许他都不用使用到长照。那我们现在其实需要更多的年轻人来投入在我们长者的健康。我觉得我们用的街舞也好，唱歌也好，合奏也好，都是一种让长辈生活更快乐的方式。它竞赛不是我们的目的，它只是一种工具，让过程里面长辈可以享受这些的音乐，也许是他们辛苦了大半辈子都没有机会可以享受。所以我看到的是长辈在过程里面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快乐跟享受，所以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投入在这里。那当然原来自己会跳舞的老师跟你要教长辈跳舞的老师，这是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所以我们跟团队之间也越来越有默契。对，这个本来就是需要一个调和的过程，因为也没有人做过这样的事情。对，所以我们是第一个做这样的事情的县市，那这个是需要一个磨合，然后每一次我们都会再开检讨会，让下一年的比赛会更好。
我相信这真的是一个，也在全国上是首例了哈。因为其实，大家一想到说啊，静态的部分，也许我们的长者也许可以做好，大家的一个想法里面。可是想要动作的部分，啊，比较所谓动态的部分的话，可是你不做怎么知道？说不定他们真的是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动作了，甚至是活动之类的。对，其实这些动作，我们的年轻的跳舞的老师都有做过调整，他们都会看长辈的体力。然后去做这些动作的调整。大部分的街舞的老师跟我反映都是说，长辈的表现超乎他的预期，他本来以为长辈做不到的事情，结果通通都做到了。我还碰过就是一个社区里面那个长辈本来是坐在轮椅上的，他不愿意一个人坐在轮椅上面看着别人跳舞，所以他决定从轮椅上站起来跟大家一起跳舞。这种例子在我们社区听到非常的多，就是有一个社区里面也有一个互助、互相支持的精神，然后会互相的带动，所以原本可能就是对于自己从轮椅上站起来这个长辈，突然有了信心，有了一个目标，他就愿意就是再重新站起来。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故事真的很鼓舞我做这个工作。嘿，真是冇唔错，只是家种讲，以为想讲，唔可以，你这个一定要去练你都便宜。好，或者你真的就我想要说，我是不是可以站起来之后，就可以让大家的这个活动变得更好？对，所以说他真的就会开始去鼓励自己，甚至去让自己真的可以利用自己站起来之后，然后更融入这个团体里面。那我记得其实已经办了第3年的银闪闪的所谓的轻盈共舞嘛。那这样子第3届里面，它这一次的一个主题是什么？今年是走复古风哈，所以今年是 disco 作为我们的主题。就是我们今天水准没错，对，真的是复古 disco， 完全没有错，对啊。所以说这样的每一次的主题就会让等于是说他们该年度的训练的内容也会有所不同。对，然后让大家有一个方向可以去想，然后比赛就是同一种类型的这个比赛。那我们在场地的布置上也都会有不一样，跟着主题会有不同的这个主题。所以说复古 disco 风就是布置成一个 disco 的舞台，有一颗这个球，这个银色的球，对。那除了这次第3届里面，有没有让处长你自己觉得印象深刻的一个部分，或者是哪一队让你觉得说哇，真的是创意十足，而且是精神非常感佩？其实每一队都创意十足。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其中有一队的有一个老师，街舞老师，他在前2年他都是评审。那他告诉我们说，他坐在那边当评审的时候，他就觉得怎么可能长辈可以跳舞可以跳成这样？所以他今年跳下来当老师了。他今年没有当评审，他就跳下来到社区里面当老师，然后非常的快乐。对，那另外还有一个社区，就是社区里面本来有一位104岁的阿嬷要参加比赛，结果她在要比赛之前就走了，就过世这样子。可是大家觉得阿嬷跟我们一起练习，也要跟我们一起上台，所以他们就把她的相片缝在他们的衣服里面带上舞台去。对，这故事非常的感人。然后我也觉得很多的长辈在我们的关怀据点里面，就是没有什么病痛，没有很多的生病，然后就是很快乐的过生活，然后走过他们的晚年。那我觉得对年轻的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学习，就是怎么样照顾自己，然后让自己快乐的安老，然后健康的安老。就是要活，就是要动，就是不要待在家里面，要走出门来参加我们据点的这些的活动。而且我觉得其实最幸福的是，真的可以在家安老，不用说我们老的时候就到一些机构里面去。其实你看，像屏东县政府从社区关怀据点在屏东县的它的一个占比这么多，其实你真的就可以在家里面，然后就像我的水准在讲一样，礼拜一到礼拜五类松可用了嘛，因为头到初中讲差不多有半年的学习的时间，咁就安全。我去参加的时间，已经有连10个月哦，係我年頭吼，包括我3月份剛開始參加，已經有2個月，係3月份參加，按照6月。這可是都比賽，我是等於你講，唔這個係一般的人能嘅 P， 跟你平常的時間，
其实你在礼拜你基本上有一年在搞跳舞嘛哈，但是你平常的时间都给到子宫啦，还有你自己要去拍几个舞谱，好有的种地方，比如讲那行业的时间啦，好脚给到样啦，今日生意来看到你平常在练习按来跳舞，我感觉到奇怪。你妈妈在做乜嘅事情啊？生意嚟過精神，係啊，過精神係。觀眾朋友，這個題目其實說水準這頭有講到講，雖然講伊平常嘅時候可以練習啦，然後伊喺中間一般的講一批，但是喺跳舞嘅時間吼，在水準這企喺我哋嘅 C 位，C 位的意思就講，伊喺個最中間嘅位嘅，有啲人都講，從本嘢我看最中間幾檔嘢，我說覺得幾檔嘢跳唔出啦，無論比拼伊滿意譜嘅話，他個人是可能幾清楚。但其實是，你這個喺擺最中間嘅時間，你這 up 你有幾睇冇？上動態，上動態一下嚟都見面譜，學個行位，連平常時行路運動啊都一見面到嚟嗌學舞譜個行位嘅度，我所講 up 你幾睇，也好多人哋沙工也佢係下嚟都教人哋練習。大家見會安尼雖然講按情況，佢也有成就感。有成就感，不是，其實有很多的活動，尤其像我們那種長輩的活動裡面，其實應該說除了長輩自己本身是參加比賽的人之外，其實我相信對於長輩的家人這件事情，其實對他們來說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活動。那其實像舉辦這樣的銀閃閃的活動，我們都看到很多的家人都會到場去加油。对，其实它会变成一整个社区的活动。对，没有错。我们这次银闪闪比赛还特别有这个网络票选的比赛，所以本来长辈还不会用手机怎么转传，然后请按赞，然后为了要帮自己的队伍加油，所有的长辈都毛起来比赛，都会使用手机怎么做转传，然后去邀请你的亲友帮你按赞。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它变成家族变成社区的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当天比赛那边有很多社区的人，很多家人都来帮长辈加油打气。我觉得社会处好像真的没有把那个长辈当成长辈来看呢，哈，你就觉得说他们就是该运动、该唱歌、该跳舞、该来转传，赶快来拉票按赞。反正就是跟着我们一般的活动在做，就是缩短那个世代差距的一个做法，对。而且透过这样子的活动，真的就会让他们觉得说，其实他跟这个社会没有脱节。对啊。我们希望缩短就是世代之间的差距，然后让长辈觉得他们跟时代没有脱节。对，没有错。所以尽可能能够让他们参与的事情，我们都让他们参与。这个也是现在流行的一种减法照顾，就是长辈能做的。你不要帮他做，你就让他做，你要相信他。而且我的经验真的，我觉得长辈的潜力无穷，真的不要替他们设限。对，真的是，常常我们都会认为就是说啊，他这个不会哈，他这个也不应该说，他可能要学很久。其实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哦。他们其实为了某一些想法的时候，也是可以学习得很好。没错，没错，对。故事唔单止讲我哋咧睇艺术可以跳舞，其實有幾多事情可以做哦。休息下，等下我哋話嗰度個精彩故事哦。欢迎过来，福起来！上个节目，我哋屏东县政府沙皮处的刘秘书处长，还有我哋的水准者，然后呢现场同人讲，等当初去学跳舞啦，无论讲推广呀，发通时间发生的会神奇的事情。我想请问一下处长因为其实我们刚刚已经有提到，就是说，其实我们的长者在参加这样子的青银共舞，其实他是非常的高兴那同时他们的表现真的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那从银闪闪的这样的系列的活动，从105年开始到现在。这样子的一个发展，是不是符合我们当初县府的一个规划的一个想法？没有错哈，我们其实都在社区里面推动长者怎么去预防他老化的相当的一个课程。后来我们银闪闪系列比赛之后，我们也把这些比赛的项目变成我们日常他们来活动的预防退化的一些的项目，例如合唱，例如合奏，例如街舞。
现在已经都是一般的课程了。就是如果你不想参加比赛，你单纯喜欢跳舞、喜欢唱歌、喜欢合奏，也可以来选修这样的一个课程。我们把这种课程带到我们的社区关怀据点去，我们觉得就是不用比赛，日常就是也可以跳舞唱歌。对，因为我们后来知道说，他后来成立了一个叫 Silver Crew 潮银舞团嘛，哈，那这是一个怎样的契机？而且他后来还去跟台大热舞社去做一个交流，是吗？对，其实是因为我有一个发想，就是前2届看长辈跳得这么厉害，我真的很想知道说，到底长辈可以厉害到什么程度？所以我们就从所有跨社区就号召了一群长辈哈，那他们很辛苦，最远的还要从枋寮，每个礼拜搭车到屏东市，搭火车来这边来练舞。那我原来只是想说，他们可不可以来当做一个示范的一个团体，就是给还没有参加比赛的社区拍一支影片，给大家知道说你也可以来跳舞。我一开始只是这样，后来是因为我们的街舞老师他们都去台大参加过比赛，然后他知道那个比赛是没有年龄限制的哈，所以就想说，那我们带长辈去台北来试试我们的身手好了哈。结果去就是也是一个非常很特别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经验哈。我记得我们在外面还在练舞，然后等待入场的时候，就很多年轻的跳街舞的同学啊，年轻人都会很好奇我们这支队伍，然后看他们在那边窃窃私语说，等到我们老了以后，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继续跳舞哈。对，然后对他们其实对长辈非常的礼遇，会搬椅子给他们坐休息的时候，然后对他们特别的有礼貌，因为大家都等着看这一对，就是这么年纪这么大，然后他们可以表演出什么样子精彩的这个舞蹈。对，其实应该说台大热舞社的一个表演，其实算是我们很多街舞里面都会觉得说啊，我们要去拜访一个殿堂嘛，台大杯，对，没有错，没有错。那其实没想到说是，我们屏东的我们的长辈跳了街舞之后，我们真的是我们也进到这个殿堂里面去，让大家知道说，其实跳舞是没有年龄的限制的。其实你只要肯跳肯动，其实你看我们的长辈都已经年纪那么大了，他们还可以风尘仆仆的从南部这样的到台北去踢馆。那其实前这个跳舞跳到更加啦吼，那我感觉到讲，你这个有身体感觉到有够好吗？有，係我有同親戚朋友分享，分享講我參加也幾點嘅成就感，安尼開心。啊，唔過國人看國人嘅考量考量係。刚刚我们的瑞珍姐就有表示说，其实她去了关怀据点之后，其实她的生活里面比较有目标，也同时也比较有节奏，然后身体当然状况的话也比较好。那其实社区关怀据点在屏东不仅是推动了很久，同时我们的深入性也很够。那这一部分的话，其实我们先就社区关怀据点来说好了，它未来的发展性是怎么样？未来我们其实会导入更多的课程，因为不同的时代，关怀据点已经是10-20年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了。那其实20年前的老人跟现在的老人是很不一样的。那现在其实我们也都把手机的课程带到我们的关怀据点去，3C 的课程哈。那其实像我们也在研究是不是要办我们手机的长辈图比赛哈。对，那有没有长辈也喜欢玩这个电玩的哈？就是我们也在思考，就是怎么把年轻人的这些活动带给我们的长辈，只要适合他们哈。那我们也都在讨论什么是适合长辈的活动，然后怎么去缩短他们跟现在的网络世界跑得这么快，怎么去缩短他们跟这个社会的这个差距。例如网络，其实很多长辈上了我们3C 课程、网络课程之后，学会用手机拍照，然后自己挂号，自己上网买东西。当然，防诈骗也要教他们，同时要教他们的部分哈。所以他们就觉得生活没有不用什么事情都需要麻烦他的晚辈来帮他做这些事情，他也会很有成就感，因为他自己就可以去做这些事情哈。所以我们的课程是与时俱进哈，一直在研究有什么样的课程对长辈是好的。
对，因为你刚刚处长有提到一件事情，是说电玩。我想说啊，对耶，因为最近之前不是有提到，就是说有个60岁的一个所谓的长青组的电玩的一个 team 啊，在魔兽世界，我真的觉得，假如说你今天可以开始在电玩里面有一个算是一个角色，甚至就是说，甚至也有在电玩里面的话，其实马上会跟我们的青少年就开始产生连接，因为其实我们青少年很多人都在玩电玩，假如说他的阿公也在玩电玩。对不对？其实对于他们拉近了我们祖孙之间的一个关系，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对于整个银闪闪的计划呢，有没有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是什么？其实我们现在还在思考的就是，我们过去银闪闪活动大部分都是以来关怀据点的长辈为主哈，但是我的统计就是来关怀据点的长辈大概只占我们65岁以上的人口的1/10。等于就是我们的活动还有9%的长辈是我们没有去 touch 到他们的，那我们也要关心一下这群长辈他们的需要是什么。他们不见得一定要来关怀据点，但是我们希望创造一些活动可以适合他们，偶尔也可以来参与哈。所以我在想说，电玩就是我们思考的其中一种，也许我们偶尔办比赛、办活动，那他们来参与就可以了。其他的时间，也许长辈有他自己的社交圈子，有他自己的兴趣，或者我们屏东其实有很多长辈还下田工作的，这些都是好的。那我们最新就是应该是在今年11月，就是我们重阳节附近，我们会有今年的银闪闪的艺术季的活动啊，那就是我们尝试把银闪闪的品牌对还没有来关怀据点的长辈来开放，让他们也有机会来参加。所以这个银闪闪艺术季里面会有画展，那会有这个跳舞的部分，也会有唱老歌的部分。那平常我们的很多的活动，音乐季啊，我们屏东很有名的3大日的演唱会啊，都是我们的年轻人去追星。可是我们的长辈也很爱听老歌啊，那我们的有一天，我们有我们的子女带着我们的长辈一起来听老歌，一起来追星哈。所以我们目前正在规划这个银闪闪艺术季的部分。等于是说，未来县府的活动里面，早期可能我们会为了说我们的年轻人、青少年去办的活动，可能未来就会有一块地方是真的是为了我们的老人的我们说老一辈的我们的县民所举办的，不管是他们的娱乐权，没有错，他们的文化权，是，对，休闲权，对。然后到时候我们就看到一群我们的长者去追星，没有错，甚至就是说跟他小朋友说，我要加个一 TV 吼，我来看啊，慢一，我来冲国哟。那这样听起来，其实你看，从105年开始推出的银闪闪系列这个活动，我们就光银闪闪，听起来还算是屏东县对于长辈的一个品牌了。对，我想它已经是我们的一个品牌，大家看到银闪闪系列就会想到我们的屏东，对，没有错，会想到我们屏东的长辈都生活得很快乐、很健康，都生活在社区里面。因为其实自己讲到我们屏东，因为屏东算是一个狭长型的一个地区，而且其实老实说，我们屏东不像很多的，比如说6都啦，我们就是一个都市型，可是我们真的是农村比较多的一个算是一个县市。那这样子的一个县份里面，其实像刚刚处长提到，我们有很多的人，可能我们长辈都还要下田，都还要去农忙，或者是做其他事情，甚至有一些人真的是没有办法走到社区关怀据点，因为他还要顾家。我们真的是乡下很多人来说，很多的老人家认为，就我老了就是要顾家，所以说我根本没有办法走出去。那因此在屏东县这样子一个不管是地理长度来说那么长，同时说我们又不是都市化那么人口集中的一个县市来说的话，推动这样子一个老人的政策会不会比较困难？对，我们其实碰到很多服务输送的问题哈。所以为什么关怀据点我们的密度要推到这么的密，是因为一个村有一个据点是最基本的标准。那一个村就表示说，长辈是容易用他自己骑脚踏车、骑机车或者是步行的方式，就可以到得了我们的关怀据点，去使用这里面的服务。如果说这个距离太远，比如说其他乡镇，比如说竹田要到屏东市来的话，他也许他没有自己开车或者是
他不太会搭公共交通工具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来使用这个服务。但是其实现在屏东县，我们除了据点布得很密之外，我们的交通政策也都很考虑到长辈的这个需要。例如我们有小黄公车，就是用计程车的方式来当我们的公车，当然都开到村里面去，就是为了要方便让我们的长辈可以外出哈，那就是可以使用这些简便的这个交通工具，就可以去看医生也好哈，去拜访朋友，或者是去比较远的地方都很便利。这个是我们大概整个全县府各局处一起共同努力的地方。嗰個提倡平常一啲安藏同時，我哋研究冇安密設備嘅地方，有按你嘅沙期嘅講法，其實對於我哋採體我哋睇熱鬧嘅講法，其實係一個鬼方片嘅一啲出手。唔該，感謝兩位來到我現場，跟我們分享那麼多這麼寶貴的故事。謝謝主持人，謝謝各位觀眾。謝謝主持人，謝謝各位觀眾。休息一下，我哋聽下啲先生來傾下音通哦。我跟福喜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